这查某，我若真是变输你哦，我真喷大号你啦！哼！卡桑，卡桑。啊哈！阮卡桑个迄款姓地啦，恁拄好，你莫该计较。你是安怎？你叫我安尼甲你过一世人。下查某来。哎妈！哎呦，哦，唔通转遐大力啦！啊，无因厝的公阿嬷吼，3更半暝时会甲你饲咧问话哦。饲咧真久咧，免请神请鬼来配叫我啦。那你招无啊说哦，连魔神仔就惊你啦，莫讲阮厝的公妈啦。早伊就好啦，杜志祥啊，你徛踮这船来徛50多年啊，放一个查某囝伫咧猪查甫人尻川后，安尼敢唔惊人爱笑？哎，你话讲我清楚哦。要偌清楚？恁查某囝互我付出咧洗啊场了后，无头路，一天到暗叫阮后生咧甲斗找头路，往车咧甲载出甲载入，安尼敢唔惊人爱笑？妈，若是骑车相载吼，有驾照，啊，搁一日无超过150吼，拢没有关系，警察袂了。啊，无你的代志啦！顶一摆，恁查某囝来拐阮的钱拐无够，即摆换拐人，又搁是你出来主意是？恁爸无咧衰啦，搁咧叫恁兜靠骹尾。啊，若安尼，恁查某囝足大面神的。是恁后生大面神啦！啊，亲门大户来咧拜托我，叫我着将阮阿霞嫁伊。我是带念讲伊安尼甲我磕头磕仔头，强要烂去呢。无恁爸来甲斩伊念咧壁哩。啊，靠会还磕你咧再出再入。阮后生都要你行唔知路，搁拜托你来做丈人。好，你若毋是咯，你问伊看卖啊咧。来，人多好来啦，无你家己甲问看卖啦。啊，要问大家来问个，啊你啊看，你袂记上查某看你咱条条，发现一个碎片你还搁唔惊？你现在定要离婚应顺啊哈？无，你咧讲啥？讲啥？发现碎片安怎？这是咧甲你警告，我跟你讲哦，以后你若还袂嫁，我就替你嫁啦。我咧使你啊！我早点你甲变，真英俊，我是有甲你警告过哦。阮阿霞若是叫人欺负哦，恁爸就袂放你煞。顶摆恁老母甲阿霞赶出蛇仔手，我是急点点当作唔知影咧。这摆你煞放啊，阿霞互恁老母来甲拍，啊你！阿爸，你莫放伊，阿爸。你是有够憨慢啊你！红欺负个咧威人，你即摆去查某，我连你煞拍互你。我落塞，唔通安尼啦。啊你靠背啊！塞。杜志祥，你欺负我这两家走，你会你要咩看啊？阿爸，你是安怎啦？塞，你是安怎？塞。啊人呢？叫来我当做肉糬啦！屎尔小查某，笨棋啊！连我困啊上个早起伊都敢拍。好啊啦，塞，因母仔囝毋是你的对手，已经走转去美凤公路啊。哦，好阿爸，你只休困一下啦，我甲泰全拢伫。转，若像伊迄个土公仔性吼，规世人叫讲啦。较细声呢啦。咱今仔日这个场面，你家己也有看的啦。是好是歹，你家己心肝内爱有暗算啊。自头到尾，我嘛敢有一个想法尔。除非英俊伊无法度面对现实，还是歹治我，若无，我一定袂放弃这段感情。一点就失望吼。失望哦，我是唔敢讲无啦，但是嘛并无啥物差啦。但我这世人自细汉本来就敢若孤鸟的啊，家己一个人惯死惯死啊。但是恁老爸是无共款的，恁若决心要嫁予英俊啊，将来陪伊身躯边，甲有效的时间就无安。为其安尼啦。我来陪伊啦，你要嫁我，就你去嫁。
安怎？我感觉人来这个世间吼，上要紧的，就是爱小情小福。像恁爸啦，甲恁外公冤几世人啦，搁甲恁母也冤几世人啦，结果伊家己有较困难，没有嘛。大家来当好好斗阵吼，毋知偌好。我若爸若有你这种想法，毋知偌好咧。我会有这个想法，那是因为我自细汉啥物拢无啊，所以我才会有一项爱惜一项，欢喜一项。啊那恁呢？自细汉啥物拢有，煞颠倒有一项惊放弃一项。对啊，啊有啥就惊放弃啥。我看吼，我来永春来遐甲看卖。你即摆心肝内上想要了解，就是迄边的状况啊。但你家己佫毋敢讲，是无？我想咖啡。卡莎，我甲你这个做人，也要饲你，也要花这个家庭哦。我是有命母甲无命，到这个时阵，是啥物人要来安慰我？卡莎，啊，若饲你上届毋担啊，目睭金冰，看我了都只想要甲我拔嘴皮，你竟然徛边啊，连出一个声水都无，安尼敢对？卡莎，啊，开上表迄讲雷公姓地，你嘛知啊？你若有去屁面交代，伊是毋管你啥物人呢？到时阵若冤家是毋是会出代志？谁知你惊得失多之上啊？啉酒毋敢出手，英俊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若要娶阿海的呢，除非着我死啦！卡莎，别讲啦，即马讲遮拢无路用，即马随时甲我来侮辱遐，叫！卡莎，冤住伫家啊，互你骂遐话遐尼歹听，即马若无来共背回一个，到时是要哪讲真正？本来就免讲啊，迄侮辱伊口罩的人，遮尔有钱人开口遮尔重啊！啊，以后咱做代志无使看伊面青，即个亲情你哪去做落去？敢讲你要甲迄个野伊头仔共写迄个挺亲情，你才会欢喜心？卡莎，咱家己个爱摸心肝想骹卖。你家下细个嘴皮，人做老爸人哪有可能互你去斗底下喊大细声？啊！你死你啊这啊！啊你反倒转出伫咧讲业我啊！好啦，为什么去哦？你也莫当作我是你的老母，我无你这个囝，出去，出去！你若有才调，出去外口娶某生囝，都莫认我这个老母，出去，出去！我早想要离开厝的，自细汉食啥穿啥做啥，无半项我会当做主的。你敢知我生活的痛苦？我早无想要做家里人啊！我成全你。因头呀，代志大条咯。你即摆若马上上好转，等于甲恁母啊好喙下实的吼，安尼代志可能较好收煞啦。啊，无你着爱准备去路边做乞食呢。我甲阿霞讲过啊，我甘愿放弃我的身份甲阮兜的财产，我也要娶伊。阮卡上反对我娶阿霞，那咧我顺便要来做乞食。哎呦，嘿，当时变才有气魄啦，哈！那安尼我听你，来我遐住，食情看我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来啊！
所在歹歹啊，啊唔通记烦你。啊，无你是安怎啦？代志呢比较安尼。吼，拜托你嘛较有志气的，惯势就好啊啦。头前，英俊啊吼，即摆刷去我遐大啦。英俊在你遐哦。是啊，嘘，较细声，老师听到吼，我就死袂了。我来看英俊。不过我药啊还未装好呢。我紧啊，我来甲你转啦。等下师若问吼，我讲你去买物件。嘿，啊，我安尼嘛毋知有算讲袂某做大句。英俊，英俊，我就知影你袂辜负我。愈熟的阿伯，我愈知影感情的可贵。啊，我袂离开，我袂辜负你，我永远搁要甲你做伙，不管将来偌艰苦，我拢唔惊。英俊，就我说，恁英俊来踮咧露头露尾批评阮婉如的是假可想，话总我也是你啦，我已经无迄个面通见人啊，还佫亲门大户来甲人的厝的，伫咧甲人叽叽嘟嘟。武勇兄，这是误会啦。因少年的吼，伫咧冤家相骂，一定讲话较歹听啦。啊，阮英俊啊吼，无迄个好胆，敢骂恁婉如啊啦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话讲到安尼啊，我也佫较无理解啊，啥讲你是来要回失礼啦，我不应该佫再互你啥物为难啦。是啦是啦，也毋过因少年的在交陪啦，也讲到即个嫁娶的代志啊，咱做士大人是做便的，当伊人安尼啦，要勉强也勉强袂来啊啦。啊无喏，啊既然是咱士大汉的呢，婚姻的代志要嫁娶，当然嘛由咱士大人来家做主。但你英俊啊，都唔互你做主，我等你讲这有啥路用啊？啊伊就是安尼犯嫌，毋知互我甲赶出的。你甲赶出去，武勇兄，你世间事啊已经看真济啊。都市上因的查某囝用心计较，一直要来填阮英俊啊。伊若毋是看阮厝有2、3仙钱啊，伊哪会要来填？但是嘛，英俊啊，互我赶出去，伊身躯若无钱，啊，就自然会离开伊啊。到时吼，英俊啊一定会觉醒的。我你是将我阮做当做啥？人经出的是无？武勇兄，误会啦！我自头到尾吼，看婉如啊是我的宝贝呢，啊，人英俊啊对伊嘛真好。若要讲好啊，文生啊对阮如上好啦。文生，哦，你是讲迄个东行的后辈哦？啊，你甲东行的是兄弟，啊，那安尼因两个就是兄妹啊嘛。我讲啊，你可能听无迄款啦。安尼我讲一个较坦白的，若毋是讲阮婉如啊，等下甲恁英俊啊熟识遐久啊，我较介意文生啊啦。文生，啊，恁英俊啊，即摆既然甲安尼讲上好，我趁机会替阮婉如人拍算一下。武勇兄，啊，你这种话你也讲会出来？啊，你脚踏双船，一个查某囝引两个囝婿啊？等你咧讲啥？我他家的查某囝若要引亲情，毋是我咧讲大声话，门口埕绝对袂较顺伫咧做照。我会叫恁英俊啊来我的面头前点头者，这是互恁一个机会呢，毋是我脚踏恁船过恁的坑呢。讲会遐怎么咧？哎，你这种话你也讲会出来吼？我为着要替婉如出一口气，我搁去互都市上甲洗一个水表，我想我毋甘愿的呢。今日来这，看你讲话伫咧甲我糟蹋，我想到气。家己闺女当作小亲的啊！阿伯，你何必甲讲无水准的查某人计较？像招我说迄口罩，我来对付就好啦。阿伯，你甲因冤家，绝对会失去你的身份。啊，换做是我来处理，不但会当替你出一口气，嘛会当表示我对婉如的关心嘛。爸，
转去啊啦。转去啊？啊，毋是要来回信嘞？伊迄款人会讲回死的是哦，伊还糟蹋讲我双骹大双船啦。哼，反正吧，我甲你讲，姓赵因咧家伙啊，无资格甲咱做亲情，后摆敢莫甲因相交叉。我就是歹插伊嘞，约我的人太多家咧。是啦是啦，阿伯，婉如，啊无咱个遐无爽快的代志，百毛袂记啦。咱做阵来食饭好无？我公司还有一寡代志，你去就好。那安尼，婉如，啊你咧？食饭哦？好啊。无啊，你踮咧遮谈来谈去，你是咧靠啥个啊？你是要探看阮英俊啊有伫咧啊无心？英俊啊早就去我赶出去啊！我知影。我煞袂记咧，英俊啊无住伫厝的，一定是去找你。啊你这个散鬼，你敢饲下饱啊？是好是歹，英俊总是你的后生啊，你哪着遐尼抓，甲伊赶出去啦？嘿，我都知咧。英俊身躯边若无钱，你着安尼想空想芳，怪到为啥来心？我毋知你讲这是啥物意思。免假啊啦！你是要拜托我互英俊倒转来？英俊若无倒转来，阮招家财产你就得袂着啊！哼！你毋对啊啦！我倒位你毋对？我是要互你叫英俊倒来无毋对，毋过我是要叫你用老母的心情来疼惜你的后生。英俊自细汉到即阵，伊拢毋捌食过啥物苦，毋捌受过啥物刺激。我相信伊即摆心肝内一定足艰苦的。减去！我这个做老母安怎做，我家己知影，毋免你来甲我管。若恁我安尼看出出的，英俊啊若无钱，你早晚会离开伊的身躯边；英俊啊若无钱，伊早晚会倒转来甲我回失的，来甲我忏悔，因为伊是一个袂当食苦的人。你哪真是遐尼忍心啦？我搁讲一遍，我若输你，我是食粉大汉的啦！哼！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来哦，食饭哦。心情还阁哩无好，还是菜伤歹食袂落。好啦。那你我来面单切一寡老菜，哦，免啦，太准啦。我要紧哦，我念转来，哦。哎呦，啊，太准，来，食饭。我食饱啦，我甲你传便当来讲，你哪即摆在食？那嘛好啊，你也毋是恁老爸啊，你煮的菜是好高的。嘿，试看卖才知吼。哎呦，有滴啦。袂歹呢，进步呢。来，紧食。好食。拢我家煮的呢。有进步啊！来，当人家哦。帅，啊你哪会第一趟来遮？爸，你真牛啦！恁爸双脚还袂伸直咧，你著我厝里菜饭我摕来饲恁家人啊！再莫安尼啦，是我大主大姨吼带英俊来遮的啦，莫名下啦。你还佫较牛，我早起饲便便呢。
要互你做某，你无爱无大劲，你搁甲即个毋正人斗相共，安怎？你是认为讲阮查囝当做是粪扫是，无人要顶是？一